咁今日好歡迎大家嚟臨香港優越商會嘅創會晚宴。而家有請我哋嘅會長譚奕俊先生為我哋致辭嘅。歡迎各位來賓，歡迎各位會友。今日嚟臨香港優越商會嘅創會嘅晚宴。首先，我要喺度恭賀香港優越商會2007年7月1日正式成功創立。香港優越商會成立嘅過程係有賴各位良師益友嘅引導同埋帶領而得以成立㗎。而商會嘅目標嘅宗旨係透過提供一個商業嘅平台，令會友了解到各行各業嘅商業嘅機遇及未來嘅動向，互相幫助，共同實現理想，達至會友團結一致、合力合作、共創財富嘅理念，實踐本會所追求嘅目標，自盼不負眾望。而另一方面，喺社會回饋是每個人同團體對社會嘅一份責任，亦是本會發展重要嘅一環。我謹代表本會本着達至上下一心，積極回饋社會嘅理念，舉辦慈善活動，造福人群，服務大眾，建立商會良好嘅形象。另外，我亦希望能夠為本會創造一個和諧嘅環境，使我們嘅會員有良好嘅發揮空間，在互助互愛、互相分享嘅精神下，達至提升會友專上學術水平，發揮個人領導嘅才能及品德，為我們共同與香港優越商會締造新嘅一頁，為自己嘅未來創出新嘅階段。以香港優越商會為榮，我會做好呢一份嘅工作，為我己任。最後喺度，我會以會長嘅身份謹祝香港優越商會光輝百載，同時亦祝各位會友身體健康、生意興隆。多謝。咁唔該晒會長，咁有請會長由一留步先。咁接住落嚟，我哋會頒發呢個委任狀俾各位副會長嘅。咁有請陳沛然先生出嚟。有請各副會長致辭，咁有請陳 Sir 先啦。譚會長、各位副會長、各位嘉賓、各位友好，
歡迎嚟到今晚創會嘅晚會。我哋商會個名叫做香港優越商會。一聽個名呢，係一個與眾不同、卓越、出色、優質嘅商會。今晚係創會嘅時刻，簡直係7月1號係成立嘅日子，而我哋提早幾日慶祝，係十分有意思。10年嘅回歸，一個好容易記嘅日子。最後我哋7月1號呢講一次呢，以後都記得我哋嘅會嘅日期。今日我哋各路英雄嚟到呢度，人數上面雖然呢未夠2家，但係創會嘅意義最重要就係個理念。個理念好嘅時候呢，其實創會到而家呢，匆匆呢都係幾個月嘅事情，已經可以凝聚到一班有共同理想、共同志向嘅朋友喺埋一齊。大家都知道啦，尤其是開創嘅時候呢，啲嘢鬆好多㗎嘛，係咪？想做會員又容易啲啦，又不知不覺又做咗副會長啦，包括我在內，唔知點解嘛。啊，將來呢，哇，真係可能要100幾萬先至做得都唔出奇嗰隻呢。咁啊，所以呢，真係難得糊塗呢，都可以呢有個好嘅開始。雖然呢個會開始嘅時候呢，細細地，但係我好相信一個正確嘅理念，一個優質嘅品牌，就將會成為我哋會嘅標誌。而且我哋一齊開會嘅時候，大家嗰種嘅群策群力，互相呢一齊呢一心一意，一方面光明磊落地共同創造財富，唔使鬼鬼祟祟偷番小咁嘅心態，話你哋做生意啊，係啊，擺明居埋嚟做生意，我哋係。另一方面嚟講呢，錢唔使講都要揾㗎啦。下一步又如何呢？揾咗錢之後，我哋有個使命，我哋有 vision and mission， 係可以回饋社會，創造財富，可以貢獻翻俾社會，呢個意義非常之重大。希望我哋能夠有一個一心一意、眾志成城嘅心，縱然前面有咩困難都好，本着呢個和諧共處、互相尊重同埋一種包容嘅精神呢，相信我哋嘅會務呢一定發展得好好。而喺整個過程裏面，同其他副會長開會同埋會長一齊開會，我哋覺得好好，大家都可以呢係互相接受對方嘅意見，合理嘅嘢我哋做，唔合法嘅嘢我哋唔做，揸住一個好重要嘅原則。於是乎，我相信一個咁光明磊落嘅心，一定可以呢克服任何嘅困難。希望以下2句嘅説話呢，就係使我哋嘅會蒸蒸日上。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喜愛野雲飛。個意思就係話，無論竹樹點樣茂密都好，都唔能夠阻礙啲水嘅流過。縱然個山係好高好高，代表好多嘅困難喺前面，但係都唔障礙我哋好似天上嘅野雲飄過，顯示我哋嗰種嘅克服困難嘅意志，讓我哋一同創造今晚嘅光輝嘅一個夜晚，將來能夠唔係2圍，而係20圍，再係30圍，都好容易啫。由2圍增到3圍咧，就已經係31%嘅增長㗎啦。咁我哋起碼咧，佢有超過呢個33%嘅增長啦，最少都得嘅，好唔好？好，多謝大家。而家有請前耀倫副會長。